明明好攰，但個腦仲係停唔到。今日教你一個大腦斷電掣，越想叫自己休息，大腦反而越興奮，係因為你仲處於 beta 波嘅戰鬥狀態。試下合埋眼，慢慢將眼球向左右來回轉動。呢個動作可以強行啟動你嘅副交感神經。做10次之後，你會感覺到眼皮變重，呼吸開始變慢。呢個就係斷電嘅信號。感受到嗰種徹底放鬆嘅感覺未？如果30秒唔夠，我準備咗一個20分鐘嘅完整深層斷電引導，用埋 Theta 波幫你徹底熄機。點擊下面連結，今晚同我一齊徹底放空。